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5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一开始来关心国民党罢免连署涉嫌伪造文书这个案。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锦如无报请回，北检不服，控告成功。连夜10点就要搁一届开羁押庭。另外，伫宜兰的部分，宜兰的国民党部嘛互检举连署书内底有死亡连署。宜兰县党部的主任李志辉、党员，也搁带头罢免的人李慧玲，拢互约谈。李志辉等3个人，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嘛是伫今仔日会开羁押庭。另外，李慧玲是以20万交保。慧玲有没有觉得很冤枉？伫白帽啊，穿白衫就是罢免民进党立委陈政府的带头人李慧玲，穿旧色衫的查甫人是副带头人关天德，因为涉及违反个资法，也有伪造公文书等罪嫌，24案互检方约谈。他就在那边比对那个笔记，对，我说我从来没看过，我也没写过。诉讼者是国民党员，伊甲因翁共款业被带回约谈，理由是连署名单顶头的比例甲因正共，嫌过因化冤枉。名册的部分是因为可能是不知道某个人去写的，还是怎么样，笔记都完全不一样，跟我写的笔记完全不一样。对，这就是很冤枉的地方。四系翁仔某2个人分别3万块交保，李慧玲20万交保，关天德15万交保。另外，李志辉有另加加陈建峰3个人被声押禁见。宜兰地检署接到检举，也个中审会告发罢免民进党立委陈政府的资料涉及死亡加伪造连署。21早起，所查国民党宜兰县党部加劳动民众服务社等6个所在，加宜兰县党部主任加李志辉等人带回。我们是不是合理的怀疑，执政党利用检调单位来恐吓人民，让反对民进党的这些想去联署的人不敢再去签联署？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锦如也牵涉连署假造，进行无报请回，北检控告成功。台湾高等法院发回仲裁，台北第2按算伫今仔日早起10点开羁押庭。对此，国民党批评司法选择性办案，掌国问题今仔日黄如锦如，明仔载可能是任何人，就民众树立了上开刀见独裁。宜兰的好朋友在4月26号，我们站出来，站上凯道。民进党现在呢，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绿共的政党哦，不但要没收民众的罢免权，接下来他针对各地县市党部的这些操作跟迫害呢，俨然已经是要来针对2026的选举权来去做挑战。国民党讲，至少有5万人报名上街头反立疆，验过游行这天有交通管制，拄好搁拄到统一考试。有面带接到考生定情，亲像考场台北商业大学华凯道的周边有1200位考生，目杀高工就上百位学生伫咧北商大考试。国民党强调，游行是依法申请，袂影响考生。内政部长游锡芳讲，希望游行会当和平理性的表达诉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总统赖清德指派前副总统陈建仁去担任特使，去参加高中饭祭局的丧礼。陈建仁23暗已经出发。总统这一次要我特别要向方济各教宗在灵前致敬，而且也帮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安息主怀，而且呢这个能够永享荣福。更重要的，也希望方济各教宗在天之灵也能够保佑台方关系能够永固。更重要的，也是能够促进世界的和平、地球的永续。前副总统陈建仁出发之前有接受媒体访问，伊讲会代表总统和台湾人民对教宗表达哀悼，这嘛是要展现两国长久以来坚定的友谊。另外，到场嘛宣布，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等，计共有50个国家的元首，也有上无有130个外国代表团，拢会去参加教宗的丧礼。教宗饭祭局拜三移灵到圣伯多禄大教堂，开放予民众去悼念。全世界济信众教徒拢伫教堂外口排队，是排甲热长。要看教宗最后一面，爱等几啊点钟，因为人阵实在是伤济啊，所以教堂即马决定讲半暝嘛会开放。
高中帮这个月观察，拜三伫司机主教含水师卫兵的护送之下，慢慢啊刷去圣伯多禄大教堂。几天前的复活节，教宗才行过同一个路线，坐伫车顶向信众来致意。即马虽然是变作倒伫观察内面，民众同款是真有热情，摕出手机啊要翕历史性的这个时阵，教宗的丧礼暗上拜六举行，伫这进前开放3天，互民众哀悼。对全球来的信徒是自头到尾无断过。Io ho sentito come se avevo perso qualcuno della mia famiglia, come se avevo perso mio nonno, per esempio. Ho sentito un grande vuoto, un mio cuore spezzato davvero. Però anche ho sentito gratitudine per tutto che lui ha fatto per la Chiesa e anche. 事实上，圣伯多禄广场一透早就有群众伫遮聚集，就算排队已经排到暗时啊，人嘛是阁一直来。教堂临时决定甲看微容的时段延长，到半暝嘛同款开放。I've been here for 2 hours now already, and we're not even in there yet. But I think I don't even care how many time I wait here. It's just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this and how I admired Francisco in his life, and this is the Pope of my era, should I say? I think it's my favorite Pope. 排队等真久了后，总算见到教宗上尾一面的信众，大家人拢真激动。Walking in there, it was so silent, but you could feel how much people really cared about him and how much love there was for this man. Un'emozione molto forte, ti si stringe un po' il cuore vederlo lì, immobile logicamente. Però è bello, ti rasserena, ti dà una pace interiore. 帮这高地做教宗的期间是真朴实，关心世上受到苦难的善家人，而且致力在追求和平，互大家真尊敬，叫伊平民教宗。伊的观察开放看微容的第一天，就有上万人来到这。真侪信徒讲，为着对教宗表达上尾的敬意，不管排偌久，拢有迄个价值。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关心天气，今仔日北部、东部天气拢有较凉，而且拢会落阵雨。咱来看云图，受东北季风也有华南云雨区向东平线的影响，台湾各地头含外岛水气拢较高。除了南部以外，其他的所在伫这2天拢较高落雨，尤其是伫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拢有可能会上大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伫北部、宜兰、花莲高温是降到24度至26度；中南部、台东高温也有28度至30度；也那南部瓦近山区的所在，高温是有机会会热到34度。各地头天气变化甲温差拢较大。也那明仔嘛，差不多是今仔日这款天气，要等到礼拜日雨才较停。面对气候变迁，总统赖清德是表示，政府会制定稳定的政策，避免高碳产业因为外国的关税政策受损害，来协助咱的企业来建立碳清查，协助外销企业达到国际标准。环境部嘛表示，会辅导产业走向低碳供应链，培育历练的人才。气候变迁的问题，正属极端气候灾害在全球发生，国际供应链对减碳要求嘛愈来愈着急。总统赖清德在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当中指出，最近美国的关税政策加上美中贸易战升温，毋但是产业受到影响，国内净零转型嘛拄着挑战。我们注意到许多产业因为经营的不确定性提高，民间对减碳 ESG 转趋观望。对此，行政团队已经积极审时度势、滚动式的调整策略，一定会做产业的后盾。环境部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对绿能供应链的冲击，比如太阳能、面板、电池、电动车等等减碳产品的成本会明显增加。另外，嘛降低全球对绿能投资的信心，致使能源转型的速度放慢。环境部提出辅导产业转型低碳供应链的施政方向，甲栽培绿能人才的方案来面对全球变局。另外，在企业绿色转型资金的部分，金管会嘛提出绿色金融的方案，要透过设计投影子工具和金融商品，希望带动企业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我们会朝向绿色低碳的供应链来出发，而且会专案来辅导协助各个产业来进行绿领人才，还有100亿绿色成长基金。所以，我们预期未来呢，我们可以帮我们台湾年轻人创绿，找到新的工作机会。我们协同7大部会制定了绿色及转型金融行动方案。再来，我们跟5大部会制定的永续经济活动参考指引，
我们跟环境部完善碳盘查与永续报告书，以及推动减量制度交易等4大策略。总统赖清德嘛强调，政府会制定稳定的碳定价和碳交易，避免高碳产业因为外国的关税政策受损。嘛协助企业建立碳盘查，也佮有产品碳卡价资料库等等，协助外销企业达到国际标准，来打造低碳供应链，建立绿色的台湾品牌，让台湾通在净零转型顶头对得到国际的脚步。记者卢尚珠、柯秉哲台北报道。气候变迁唔但影响环境，嘛影响经济和咱人的健康。环保团体就表示，这几年来热伤害，因为热伤害伤热口，医生看的人数有增加74.4%。劳工团体即马就建议政府讲，热伤害的规范范围应该要扩大。所以是毋代表讲天气若是伤热，咁有机会有高温假？环境部即马是表示，针对这部分，政府会斟酌讨论。热天要到啊，真侪伫户外做工课的劳工，若是长期晒日头，久来可能会有热伤害。绿色和平摆时召开记者会表示，虽然劳动部有制定高气温户外工作的预防指引，不过干那针对营建业、农渔业特定的产业来做规范，学者也观察到高温会致使慢性健康问题发生。我们发现每温度上升1度啊，那个农民那个慢性伤病的危险会增加8%。而且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受到伤害？我们注意到农民他的危险性其实是一般民众的2.多倍。经过卫福部资料显示，2022年到2024年19岁至64岁成人的热伤害人次对1622人增加到2829人，增幅大约是74.4%。台湾劳工电线秘书长也表示，气候变迁唔但是环境的危机，甚至会影响劳工的健康、社会经济。建议未来伫高温环境针对雇主劳工的指引通较明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如何去让雇主必须清楚知道？他有法律上面的义务来避免劳工发生这个事情。最近针对高温假也有不少讨论，环境部长彭启明伊表示，未来环境部会结合相关部会、产业界、学界来做抗高温对策联盟，上紧5月底来成立。我们最近也会尝试着从健保资料库捞出来，到底几度？哪一种族群是在几度的温度之下，它会遇到什么样的危害、什么样的病？我们要了解更清楚多一点，我们才能够走到那一个程度。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现在说什么时候要放高温假，还有点早。绿色和平强调，气候变迁对经济、劳工健康的影响真大，呼吁经济部、环境部、劳动部要赶紧下部会做伙讨论有效的政策，来降低未来气候变迁对台湾造成的威胁。记者中嘉义谢桂玲、曾俊佑台北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要管理宠物猫仔狗仔的饲料，农业部公告修正宠物食品病原微生物有害物质种类和安全的标准，其中重金属的标准甲白菌毒素的许可量拢有缩限，拢有改。明仔载就会开始实施，也伫今仔日进行生产的宠物的食品拢适合旧的标准。来看联合报。金管会和中央银行伫昨昏公布3月份咱国内银行不动产相关放款的统计，助贷款的年增率因为房市的交易量有减少，所以有下降的趋势。另外，各家银行的助贷款过期放款的金额有82亿外，是连续8个月的增加，也是4年3个月以来头一届超过80亿。来看《中国时报》，李国的联准会23时发布一项上新一期的报告，这个报告是针对对顶关税实施了后头一届的经济观察报告。报告内底指出，关税引起的高度无确定性，已经影响全美国几个所在，致使经济恶化，对未来真无乐观。企业和消费者拢有受到冲击，因那政策因为无确定，所以嘛是即马目前上界主要的风险。因为美国的对顶关税政策，咱行政院有通过强化经济社会特别条例草案，规模有4100亿，内容除了有产业支持方案，嘛增加半补台电、劳健保，也有弱势补助这项目。主计总处是强调讲，4100亿的特别预算，拢是对税收来的，也若拿赢话讲爱普发现金这部分，并无伫特别条例内底。副院长还在这里等待最佳的时机，而且未来，当然美国是我们一个大的市场，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市场。
台美关税谈判进展，各界关心都仍太强调，谈判团队咧等上好时机，希望用伫更较紧的时间内有效谈判。行政议会支持通过影响国际经济、强化经济社会甲国土安全韧性特别条例草案，预算规模4100亿，其中原本880亿产业支持方案会增加到930亿。我们增加了协助企业升级转型、设备汰旧换新的50亿。所以这个部分会增加到930亿。我们再提出挹注台电公司的健全台电财务结构所需的1000亿。草案提出10项措施，包含提高产业竞争力、强化农业应用支持、挹注台电甲劳健保加强照顾措施、强化国土防卫能量等。1400亿预算，包含国土安全韧性1500亿、经济韧性产业支持930亿、社会支持含台电补助1670亿。其中影响美国关税产业支持方案金融协助放零砍斩，毋那营业税退标准由15%放零到10%，研发转型补助加争取海外订单申请资格，也放零做直接或者是间接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对应申请。你的下游的出货商，那他可能被这个退货，或是说他可能这个因为受到关税的影响，他的货品没有办法顺利出货，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算作是被受到间接影响的。行政议会也通过113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税入存3589亿，连续8年总决算税计存的盈余性4100亿，唔免压制。你把1万块发给每一个人，倒不如你把5000块发给他手上没有5000块的人。我们就用这样的概念，把弱势先照顾起来。财政部正常公布税收净额关注预算5283亿，那也提出破坏现金一般加敲定犯税的法制化。不过都仍太强调国家面临外交、军事财政重大冲击的时阵，敢若用发现金的方式，不是怎么解决国家问题上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昨昏已经提出强化经济社会特别条例，预算的规模有4100亿，不过内底包括拨补台电1000亿，在野党是真不满，表态绝对袂支持，嘛袂好通过。美国关税真是冲击台湾各行各业，行政院公布强化经济社会特别条例，规模4100亿，但是在野无同意。民众党团日是批评讲，政府无提出冲击影响评估，都开大钱4100亿，内面敢若22.7%是用伫营业关税，各少司还魂，拨补台电1000亿，放话讲绝对袂同意。国民党团要求行政院税免国土韧性含关税冲击关联性伫倒。我们把他这个不当的1000亿拨补砍掉了，这次竟然放进来啊！可以这样吗？所以这笔钱，老实讲，4100亿里面就有1000亿是个预算，这一笔预算1000亿绝对不会通过。加强社会韧性，6个字啊，6个字，一个字值250亿。我们不大晓得占最大比例、金额最多的加强国土韧性1500亿，到底钱怎么用？民众党团指出讲，4100亿特别预算是对在野延伸114年总预算省的2076亿，加上政府敲定的2000亿内的，那边嘛不满特别预算无纳入普发现金1万块，拖话叫因较紧发这条钱。另外总预算改动案，行政院长杜英台讲有49项861亿的特殊冻结项目，设的改动条件是造成行政部门真歹提出改动案，同款是只是国部会甲1381亿的改动案拢提出来。自然很难达成，它是很多违法违宪的条件，我们没办法达成。这里有9项，一律受阻。无论它是哪一项项目，是提出书面报告，或者要审议，或是特殊的结构，我们全部受阻。该交作业的人不交，现在来骂改作业的老师，时间拖得久。如果真的关心总预算，就来配合后续的解冻报告的时程。吴思瑶讲，改动案已经送到立法院，希望照定书来摆暗审查。欧方面是颠倒批评政府提改动案伫靠散，讲国民党团会继续严审预算。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美国联准会官员有放出来讲，可能会降利息的消息，是鼓励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嘛已经连续起3天啊，影响咱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伫今仔日开盘有起382点，即马台北股市已经重新徛登去2万点的大关。一若5月份要报税啊，也毋过今年咱受美国对顶关税影响，财政部即马已经甲报税时间延长到6月底。财政部嘛调悬扣除金额，要减轻民众的负担。也若受美国对顶关税影响的企业也是个人，会当传相关证明文件，安尼就会当免加利息，会当来延期或者是办分期纳钱。每一年报税时间都要到啊，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财政部今年专工甲报税期限为5月底延长到6月底。可以减轻一些就是上班族或者是就是真的有经济困难的人的压力。钱可以比较宽松的，就是使用的不会很吃紧这样子。因应美国对顶关税冲击，今年若是盈利事业或者是个人，因为安尼受到影响，只要符合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提供纾困、补贴或者是营业收入减少，抑个个人去用减薪水、工作日减少，拢会当写申请书，再个传相关证明的文件，会当延长纳税期限上长1年或者是分期。营收减少的部分呢，连续2个月平均营业额，例如啊，就比去年同期平均营业额你就减少，只要减少就可以，不用减少做一定幅度。为着减轻民众的负担，今年财政部提悬报税扣除的金额，伫免税额的部分为9万2有悬到9万7，标准扣除额高薪的有悬到13万1，有配偶的有悬到26万2。另外，若是有车养6岁以下的囡仔，抑阁会当有囡仔学前特别扣除额，头奖啊是15万。若税厝的人会当申请租金支出特别扣除额18万，薪水所得扣除额甲基本生活费扣除额嘛拢有关。我们的条件里面没有房东同意，只要你有租赁契约书跟付款证明，好，那你是无屋族的话，哈，原则上你就可以扣我们的租金支出特别扣除。今年报税新的制度未少，阁拄着美国对顶关税政策，财政部讲，因为相关的关税这个月才宣布，而且还阁有无确定性，目前也无法度估算有偌济盈利事业或者是个人会来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洛西埃飞弹和无人机去轰炸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造成上报有12个人死亡，9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川普日时表示，伊对这件代志是真无欢喜。伊讲，伊当地向莫斯科施压，伊嘛讲，刷落来这几天是真重要，因为和平协议就得要讲成啊。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的飞弹甲无人机猛烈的攻击，竟然要损害引起大火，造成百姓重大死伤。空袭警报响6点钟，对此美国总统川普真无欢喜。You used the words Vladimir stop. That seemed like a slightly different message, a personal message. What is your level of frustration with President Putin? I didn't like last night. I wasn't happy with it. And we're in the midst of talking peace, and missiles were fired. If the bombs keep falling, will you consider additional sanctions toward Russia, or what will you do if President Putin? I'd rather answer that question in a week. I want to see if we can have a deal. We're putting a lot of pressure on Russia, and Russia knows that. What concessions has Russia offered up thus far to get to the point where you're closer to peace? Stopping the war, stopping taking the whole country. Pretty big concession. 国务卿卢比奥这礼拜六有一场国家政治部的讨论，希望会当看到俄双方确定相关的协议。川普对普廷甲泽伦斯基的态度真无共款，不讲泽伦斯基是独裁者，不过对普廷的态度是较温和。即马无论是基辅也是莫斯科，拢受到川普的压力。川普甚至呛声讲，和平若无进展，袂阁再做中人调停。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3讲，未伫咧任何和平协议内面承认俄罗斯有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川普对泽伦斯基这种讲法真不满，24讲乌克兰要甲克里米亚收夺真困难，战争若阁拍落去，到时因会失去规个国家。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即马国际上今麦介绍，伫拜二的时已经起到3500块美金。一若加当讲川普的态度落软，今麦介绍就对咧个落小看。即马当投资人就赶紧搁买。今麦介绍，即马袂输股市共款，对这国际的社会输得起起落落。若看伫今年这4个月，今麦已经起码3成，所以即马嘛有投资者
该买选招来投资。黄金的价格直直起，一个月前才超过1盎司3000块的美金。拜二个因为川普批评鲍尔，互市场充满惊吓的情绪，资金真紧流向黄金避险，互黄金的价格来到3500的美金，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川普的言论是变来变去，后来伊佫讲，甲中国扣的关税会大大减少，而且无按算甲鲍尔洗头路，所来黄金出现技术性的卖压，落破3300的美金。不过，伫经济发展持续无明朗的情形之下，价格若低，就啥投资人佫买。即马金仔的价格佫徛起伫3300以上。今年以来，黄金的价格因为川普贸易的政策引起大家忧虑，已经起要3成，互消费者是强要挡袂牢。遐若杜拜的黄金市场，虽然看来人还是来来去去，不过有点头讲，消费者伫出手进前拢会再三考虑，嘛有人是换买选招。Actually, nowadays gold is very expensive, so it is a little bit tough to afford.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go with diamonds. It is more affordable than golds. If a person is in the market to buy 24 carats and the prices are not affordable for him or for her, he can definitely go for the option of 22 carat or 18 carat. That will be the only option, I think. 杜拜黄金市场上早是社为伊朗，也有印度来的生理人。因为这两个的文化，拢有使用22K金来做装塔或者是投资的传统。不过，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去年黄金的价格大起27%，连像金的需求缩减差不多13%。黄金的价格若持续起，金的需求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压力。有业者认为讲，有选招甲招少黄金的珠宝可能会较受欢迎。若国际黄金的价格，有分析认为讲，因为起了袂少，短期内起落也是会较大。不过，高盛预估，年底伫极端的情形之下，黄金的价格会冲起至4500美金。公司新闻张慧斌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罗西亚拜三到拜四对乌克兰的首都发动大规模的空袭，造成12个人死亡，几若10人受伤。乌克兰军方表示，有一粒炮弹炸到一栋主体大楼，因为这粒炮弹是对北韩来的，是 KN-23弹道飞弹。不过，罗西亚和北韩拢配合讲，因无违反联合国禁止武器交换这项规定。来看加沙走廊的医护团队即马表示，以色列的空袭造成当地有55个人死亡。以色列军方是恐吓讲，中共无要放任日会阁继续发动攻击。另外，巴勒斯坦的总统是呼吁哈马斯赶紧把武器交出来，希望因改造不是军队的政党。来看中国的代表是伫联合国顶悬批评美国的关税战是霸凌的行为。因为美国的代表嘛批评讲，中国家己讲话无算话，讲中国讲家己是发展中的国家，结果煞去摕金钱去援助其他的国家发展各种计划要做老大哥。美国嘛头盖伫联合国有讲到中国何被解释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来鼓励咱台湾，因为咱外交部针对这部分有向美国表示感谢。镜头搁转来，咱国来关心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的学生囡仔骑脚踏车环岛，车队经过中华的时，互一个姓肖的查甫人驶正向去弄着，造成7个学生轻重伤。检方即马已经确定讲，这个驶车的驾驶有食毒，伊已经互收押禁见。交通部即马伫昨暗嘛发表声明，强调讲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严格处罚，会甲这个姓肖的查甫人吊销驾照，而且一世人拢袂使阁摕驾照。这个姓肖的查甫人驶车一时紧一时慢，甚至无拍方向灯就换车道，了后伫咧鼻头乡将水路3段，就驶正向去弄到空桥国际学校学生因的环岛脚踏车队。嫌犯告案了后，检警甲验尿，发现有毒品的阳性反应。伊嘛承认伫咧驶车进前捌食海洛因、安非他命、各丧尸混蛋等等的毒品。检方甲伊者涉犯刑法公共危险、有过失致人伤害等罪嫌，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经具体萧姓被告到案，采集尿液送验呈试用毒品阳性反应。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萧姓被告涉嫌试用毒品、驾车肇事及肇事逃逸等罪嫌重大，且有逃亡及湮灭证据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上次我没有办法说明的哈，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学生的个人的这个隐私，那应该都还算稳定的。
校方表示，原本当上混未姓案的学生，伫咧23清醒了后，就转到台大病院。还佫另外2个人还咧住院，3个人状况拢算稳定。若其他4个人是已经转到厝里收养。这只毒驶车案件一直咧发生，台中嘛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去年底就被捕婚，这内底有第3级毒品K他命。而且伊佫食酒驶车去弄着人，造成1死3伤。最近已经互人起诉。法界人士认为，林法院虽然伫咧2023年有通过食毒驶车的修法，不过甲食酒驶车比起来，这要抓也是有较困难。那虽然酒测的部分它有规定好的那个就是比例值，可是毒品的部分它毕竟在技术上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毒品的种类更多，而且毒品反应的时间也不一定是立刻就能够反应出来。就在国外，如果说你是毒驾或是药驾，可能会扩大到什么2级谋杀啦，或是说预谋杀人啊这种，那算是失能驾驶呢，还是过失杀人呢，还是预谋杀人？这一点，这3个种类就差很多啊。针对食毒驶车的执法，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是建议，会当比照国外，明确定出有无、失灵、过失等判定的细则，互检警咧执法的时阵会当参考，才会当真正阻止食毒驶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所以咱来看这个画面，这是伫台北市内哦，一个学生囡仔要伫过行路的时，行伫行路，结果呢，行伫斑马线，也是互机车去弄着。家长有带囡仔去报案，讲这骑奥多拜人拢无让过路人。警方表示会去调监视器的画面出来厘清责任。这个查甫囡仔骑雨伞，徛伫路边，看到总算有人碰，赶紧要通过。向有一台奥多拜，无放慢嘛无动点，怎直接撞落？这个囡仔轰动着了后，有爬起来，不过离开的时阵一直咧回头看，嘛一直咧望伊的脚头有。这单行道车的速度都很快，然后这边那个转弯过来的时候，常常在这个地方发生那个碰撞。这个事故发生伫台北东湖路的巷仔底，现场是无号志的路口。当地居民讲，遐较早都捌发生过袂少的车祸。这一届这个学生伫23早起7点外去上课的路liền去互弄着，家长事后嘛带这个囡仔去报案。前车头去撞击到行人穿越道上东向西行走之学童右侧身体而肇事。在这里提醒用路人驾驶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这只刚弄着的奥多拜车顶嘛有载囡仔，车祸的时阵嘛跋倒着伤，不过因为涉入路口无停让，警方厘清责任了后，会判断敢是要裁罚。监管基金会分析，囡仔伫车路的风险，上接看到的都是去互车弄着。儿童的行人发生事故的话，70%都是以车辆为主要噪音。那车辆主要噪音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未依规定停让行人。台北市警方处理路口无停让的情形，今年到3月份为止，都有7975件。除了汽机车无守规矩以外，伫新北市中和嘛有过路人违规过回条线，有骑士专咧跋倒。行人穿越道路时，机车骑士见状刹车不及致摔。本分局呼吁行人勿随意穿越道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过路人、骑车、驶车的，用路的观念拢要加强，才当全面维护交通安全。公司新闻台北新北报道。镜头来去高雄，高雄车头即马路尾顶有开放了后，是出现环境和治安的问题。暗时有人伫遐唱卡拉 OK， 有民众感觉无适当向机关检举。一句接一句响亮的歌声不断传出。23暗时8点外，有民众揸手怪设备来到高雄火车头的天棚唱卡拉 OK， 因为声音实在伤过大，互来遮运动的民众听一个拢讲去。不过煞拢无看人来阻挡，民众随录影向议员检举。议员讲，顶2天才发生婴仔床坑要几个月无人管，即阵佫发生唱卡拉 OK 无人插，天棚到底是由啥人来管？伊认为爱经厘清。因为它音量蛮大声的啦，跑步啊、骑脚踏车民众蛮多的啊，所以他唱卡拉 OK。变得有点突兀这样子，包含说前阵子其实就有这个废弃婴儿车在那边放了1个多月，那如果现在又有民众在这边高歌一曲，那未来如果还有更多的管理上的问题的话，那相关的管理办法，或者是说相关单位要依据什么样的法规来进行劝导、劝离等等的这个部分，其实都应该要再去做加强跟厘清。
即摆有人甲天棚当作卡拉 OK 舞台事件，附近的派出所甲环保局拢讲无接到民众的报案甲တင်情，所以第一时间无人处理。佮加上天棚的主管机关到底是交通部铁道局，也是市府公园处，即摆双方无共识。铁道局认为因已经交给市府啊，毋过工务局强调目前也未点交，所以毋是因来管。毋过后续因也是请警察局甲环保局去稽查进行开发。公园处将协助加强劝导及设置宣导牌面，并请警察局及环保局等机关协助稽查，并依相关规定裁罚。附近的中明派出所表示，民众家己炸设备伫天棚唱歌，确认是有妨害安宁，将会当依下违法开发。未来会加强巡视天棚区域，配合工务局、环保局实施联合稽查处理，和市民一个舒适的公用空间。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长报道。有立委是亚讲，对中国新疆来的纸皮核桃这款物件，伫网络夜市拢会当买到，也毋过事实上，这物件拢无办理进口来台湾的进口查检，这是影响咱民众的健康。小数嘛讲，9件内底敢一件合法尔，其他拢是违规的，会罚12万。目前也有4件等待调查。经过处理的壳真轻松，就会当掰开，摕出个人来食。对中国新疆来的纸皮烘核桃，是最近真流行的四手啊！伫电商和拍卖平台拢会当找到。社群网站嘛有人揪团。有我女儿常常买啊，是她常常买。看它是哪里进口，或是我没有注意看，没有注意看嘿。IG 还是 FB 好像有看过那个影片，合法的话，或者是单价，还是说那个评价都还不错的话，可能会买。立委林小芬讲，伫今年初就已经要求食药署去了解大量伫网络无办事入查验的新疆纸皮烘核桃，若是违法，应该要求业者落市。但若伫网络平台嘛是拢看会到，甚至立法医复伫社头前菜单的业者嘛在卖。委员2月8日提供9件产品，经食药署函请平台提供刊登业者的资料，已请卫生局办理。结果1件合法输入，4件查获违反食安法第22条及第30条，共计裁罚12万。食药署强调，中国输入纸皮核桃和其他食品的管理相同，必须要经过申请输入查验，符合相关规定。今年以来，中国纸皮核桃报验8批，检验4批都符合规定。另外，食药署嘛是再去市面上买6件来检验，其中1件甜味剂无合格，已经要求落架，而且裁罚。它比我们的蔗糖甜大概高出30到40倍的甜度，而且热量比较低，所以它可以合法用在我们的一些蜜饯还有一些饮料当中。那可是像烤核桃花，它是不得使用的，所以要求下架。动物科的医师提醒讲，若不是合格输入，无照咱国的法规来标示添加物，更加有食安的风险。食药署讲，持续得到卫生局办持受中国食品的查核，今年开始已经查到31件业者违法，拢会依法来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民众去食牛肉面，发现面内底有胶纸，卫生局赶紧去稽查，发现这灶骹无够清气，已经要求业者爱改善。业者是解释讲，有可能是拄做环境消毒有喷药了后，胶纸走出来，伊嘛已经退钱给消费者。稽查人员去高雄三滨区这间原乡牛肉面的店，23有民众来食，包牛肉面转去食。伫要食了的时阵，发现内底有一只细只胶纸。民众控诉店头知影了后，还阁真歹下手，伫社群铺文提醒其他的消费者。小只蟑螂都跑出来了，对，从那个洞穴跑出来。哇！它可能跳进去，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呢。对，是。那他来的时候跟我反映，我就说那好，那不好意思，我们会改进。头家买货迄间附近有咧转药啊消毒，路边有袂少胶纸走出来，可能无细致胶纸走入去面内底，第一时间嘛有退钱给消费者。24早起卫生局去这间面店嘛稽查，现场无看到胶纸，毋过有发现设备无洗，冰箱的食材无含起来等等的缺失，要求都要限期改善。不小心掉进去，哪里自己觉得？就是会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吃看看。有消费者认为讲，以后会考虑敢是要去遐食饭。嘛有民众认为讲毋免伤过严格，也若最近伫台中，有民众去便利商店买茶米卵的时阵，一个无细致，伊1块的银角落落煮茶米卵的电锅内底，伊主动甲规鼎66粒的茶米卵，规个拢买去来负责。民众甲这过程分享去网络的，引起众人的讨论。消保官讲，这个情形店头确实是会当要求消费者都要负责，影响到了茶叶蛋的卫生，以至于业者没有办法进而做贩售的话，
那基本上呢，业者当然可以请求。消保官嘛建议，业者会当甲消费者拍折，或者是以成本的计价卖互伊，互双方的损失袂伤大。若是无法度达成协议，嘛会当向消保官来申诉。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家己有农民发现讲，规园的山野园山野全部拢无条过。原本呢一粒山野差不多是2斤，啊，毋过即马10粒加起拢无1斤，有可能是受到前一阵啊气候的影响才会安尼。农民希望相关单位来斗相共，减少因损失。这过半个月了，这桥拢漏了了啦。捌落来山野爬开来看，内底拢无纸。伫烦恼种山野的农民讲，规园仔的山野拢是即种状况，而且除了山野以外，即摆嘛发现讲林景乃至嘛有共款的问题。哦，莫讲一城2城啦，我看1城都无啊。你看这规丛拢无开花，哦啊山野开花开啊高，结果一丛拢剩3粒，哦啊有一个无的咧，无半粒。咱嘛有看到乃至林景甲咱的洛梨吼。啊，因的结果力是真正非常的无好吼，啊，所以咱公所嘛拢会落去甲伊调查，啊，落去甲往上级单位落去甲提报。在地农民讲，今年山野要授粉的时阵，天气向变寒，上低只有9度，影响到精神甲芳的授粉，所以山野加就生安尼嘛袂够大。来了解专家嘛向当地的农民提出因的建议。刚好就是都遇到下雨或者是低温时的，他们的活动力比较没有那么强。然后专家他们也是有的去辅导农民，他们就是也饲养一些丽蝇这样子，看能不能改善一点着果率的情形。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嘉义县正改良品种的山野面积有269公顷，目前受损的种植面积超过6成，而且损害的程度拢有到救助的标准。已经把各乡镇的资料送到农粮署，希望替农民来争取灾害救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因为今年伫台南、屏东和嘉义的优莱亚产量嘛是减真济，嘛可能是因为今年气候反常的影响，有开花就无结籽，有的个落个真严重。农民估计讲产量可能会上无会减8成。农民今日田里看到优莱亚树今年无结果的状况，实在真无奈。本届即阵拢通看到树丛脱落啊，不过今年台南大内的果树无啥看到优莱亚。农民讲，永年2、3月就开花，今年拄到寒流甲落雨，结果开花无授粉，地势损失严重。开花还是开得还蛮漂亮，花很多。我说，今年说不定是丰收期，不好意思，等他结完果来看。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树上真的一颗果实都没有，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惨的事。全台优莱亚最后种伫台南、嘉义甲屏东，其中屏东县就290公顷，煞嘛有同款的状况。果农表示，应该拿剩2成，最后因为天气变化大。第一点是天讲不出来嘛，第二点伊有结小果的时阵哦，你温差过大，一天温差超过10几度的话，它就会落果了。不仅有的甚至有的一丛吼，有的全部甲10粒的。优莱亚一冬敢若收成1摆，对种落去到收成，上少的3冬量才会豆豆出来。农民讲，这回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这嘛连带影响到果汁店。热天到啊，优莱亚牛奶本价卖甲真好，不过头家讲，这阵用的是旧年冷冻的，库存敢若会当冻到后礼拜，有钱嘛无得买。台南市农业局请受灾农民去公所先申报，5月因会校长会刊。本来应该是每年的1月、2月都可以有采收。结果到现在已经5月了，完全没有，连一颗都没有。没有啦，一定没有的啦。我要求改良厂、农事所啊，和那个农粮署来，还有公所来做正式的社会勘来决定到底是不是开设台南市的天然灾救助哈。其实，家己台东嘛传出产量无理想，面对专卖性的灾损，这些农民希望政府通加减补助，帮因度过歹年冬。记者李秀台南采访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伫2015年的时，因为设人权纪念碑，迄当阵有8079个受难者前辈名刻伫纪念碑顶悬。因为即摆名单一直在更新，人权馆伫去年6月份的时就开始整修纪念碑的空间，即摆有上万个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受难者的前辈名伫纪念碑顶悬。
这个政治受难者前辈，佮文化部长李婉做伙伫景美人权博物馆启动新的人权纪念碑。其中一位受难者前辈杨天龙亲身甲家己的名放入去纪念碑。伊伫16岁时阵，因为涉嫌伫新德市新生戏院用钢笔写参加共产党顶标语，所以被羁押。杨天龙前辈表示，真感谢通透过纪念碑，甲这段记忆家己的名保留。有一种纪念性的，可以永久的保存下去的纪念性质。我今天看到这纪念碑的落实，我非常的感谢有这么一个这个纪念碑。景美人权博物馆伫2015年设立人权纪念碑，迄阵有8079位受难者前辈刻伫纪念碑顶悬。这几年因为有一寡档案受难者的资料一直见光，目前受难者人数是增加到12060位。所以人权博物馆对去年6月整修纪念碑、增加纪念碑的空间。文化部长李婉表示，这每一个人的名，就代表一个家庭、一个沉重的故事。虽然目前不义为止保存条例还未通过，不过政府转型正义的工会未停歇。在立法院告诉所有立法委员，因为你们没有过同样的痛苦，你们应该要了解别人的痛苦，你才能够面对白色恐怖到底是什么事情。那最近我们在不义遗址的条例没有通过之前，我们要做一个有转型正义意义的空间，接受民间的人来申请。另外，这届国家人权博物馆唔但改善纪念碑的空间位置，也特别建立线顶的资料库，民众通以受难者的名落去查询，了解受难者的故事，找到笔迹的位置。人权博物馆表示，咱袂当袂记记历史的假事，希望透过更新纪念碑，通帮助民众了解政治受难者的生命史，把这段历史记忆留落来，表达感念，这也是转型正义真重要的一部分。记者梁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伫新竹有台语老师带大人囡仔来熟悉人物奥运的比赛，而且佫专工设计一场全台语的亲子运动会。甲盛会用卡夹的，一个团一个。国家石轮比赛，包用吹盆的卡球比赛，趣味的比赛，互现场除了笑声，也有台语声。囡仔吼会使伫咧足轻松的伫咧足轻松的所在安尼来耍，啊，佫会使学着台语安尼，我感觉比伫咧学校上课较趣味。囡仔其实会较愿意做伙佚佗啊，做伙耍安尼，嘿对，因为伫厝可能一个人甲会耍，伊就袂感觉做趣味。这个的衣服也是无大手的意思哦。啊，平常是4当才一届。这场趣味的台语运动会，老师嘛介绍奥运标志的由来，以及台湾伫奥运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代志，也利用这个机会，带大家做伙熟悉运动比赛项目的台语用词。介绍讲为什么台湾代表团出去的时阵，袂当用阮的国旗的这个历史是安怎一回事？啊，国际观点都有啥物国家甲阮有共款的情形？啊，我感觉讲这项代志是最有意义的代志。运动有这侪项目，啊有这侪人唔知影要安怎讲。比如讲，台湾的迄选手，耿少年足厉害，阮有摕过金牌。啊，大家想讲，这要安怎讲？可能是亚当，啊嘛会使讲亚少年。现场佫有教亲子有教，带大家做伙体验，做出各种趣味的动作。互参加的大人甲囡仔拢算甲真欢喜，去通运动兼学台语。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美国，美国乌山出市场已经有超过80年的历史。即马接手的新创企业家，因是利用科技引进数据管理系统来增加对人客服务。乌山出市场是地区型的出市场，本来强要无法度经营，因过新创企业家莫根森接手了，导入专业的数位营运系统，自出市场的数量、坐览车、出市道的人数，到历史区传汇、供应甲销售的情形，员工的排班甲人力表，拢用系统进行自动化甲数据化的会诊监控。A lot of general managers will go out and look how many rows of cars are parked, and that's kind of how they tell how busy they are. We really want to look at transactional data down to the deepest level. When are people buying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right? How do we staff the cafeteria and at what time?
伫人客这边只用手机 APP 就当订咱车票，做少装备，有约出示课程，系统会即时汇整所有资料，真方便。Not only can we track how many runs they've skied, we can track by product, we can track by zip code, we can look at demographic. 湖山出赛场的经营者为了要扩展业务范围，2023年并购通行证公司 IndyPass， 这是整合全美国230间独立出赛场的通行系统，人可以摕这张卡就能到各地出赛场。因为大型的出赛集团像 Vail 是开大钱建立先进的监控系统，甚至投资几落亿提升造势能力。加强应用地球暖化造成的欠税问题。湖山出赛场业者的梦想是希望会当透过数据加科技，和出赛变做一种大家拢会当参加的社区活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道在，甲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18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